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2天，台湾的友邦史瓦蒂尼，还有马绍尔群岛的元首呢，拢是小连续呼吁联合国就要接受台湾。马绍尔总统是直接讲，这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是错误的解说，就要对着这历史入去观察来。咱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也投诉互美国媒体，指出讲这年代第2758号决议，互中国提起乱解说，也呼吁这联合国就要赶紧修正对待政策。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2天，咱国伫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国王温斯瓦第3世上台发言，呼吁应该互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无应该甲任何人闹交气。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including Taiwan, is an essential next step if we are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2030 agenda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oo long, the UN bureaucracy has stuck to a wrongful misinterpretation of Resolution 2758 to include any clear engagement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ir vibrant democracy. W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recognize the reality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legate this outdated dogma to the walls of history. 友邦马绍尔群岛的总统马替台湾抱不平，讲联合国以年代第2758号决议排除台湾已经是过时的内容，应该带入历史。因为咱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嘛投诉今日美国报批评中国扭曲解读年代第2758号的决议，阻挡台湾参与联合国。因为这个决议内底一概就无讲到台湾，无权甲台湾排除伫国际以外。萧美琴呼吁联合国唔通去违权统治，应该量早修正对台湾的政策。萧大使的投书只是再一次戳破中国国王新一世的谎言，引述联合国宪章的序言，提醒联合国应铭记自己是由各族人民所统治，而非由威权政权所统治，这就是对联合国的暮鼓晨钟。总统蔡英文嘛，搁一届受到纽约非营利组织的邀请，伫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峰会发表施行演说。蔡总统感谢几个领袖，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拢捌表达关注台海的情势。总统嘛强调讲，台湾是国际民主社会重要的同伴，台湾的和平稳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